这一首《神的荣耀降临》。神的荣耀要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用敬拜的心来唱这首诗歌。 为我们降生在世上，主你是尊贵的君王，原是尊贵的君王，舍身为了救赎在最终的世人。主，我们要等候你的再临。主，愿今天的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你的爱再一次来点燃我们心中的希望，使困苦的人有盼望。主，你是和平的君王。愿我们用像天使的心一样，将这美好的好消息传给人。我们来唱天使初报圣诞佳音。欢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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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只是我们的敬拜。主啊，我们有安静的心在你面前匍匐。主啊，让我们用祷告的心安静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我们等候你，主，谢谢你，用你的爱来点燃我们，重新来点燃我们，用你的爱使我们再一次，主啊，在你的面前敬拜。谢谢主，你是我们的神，你配得我们敬拜。谢谢主，赞美你，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各位，请坐。这时候我们是圣诞拜将主日第二主日，我们请雅琴姐妹为我们点第二根蜡烛。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戴将节的第二个主日，点了第二根蜡烛，紫色的蜡烛是象征应对信心。当应对主的道，以自己的好行为做榜样，让不信的人因我们的好行为而信耶稣。这时候，请贵重起立，吟唱东方故事。这首歌来敬拜耶稣。
们同心来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爱长阔高深，帮助我们在每一天能够与主同行。主啊，你原是在天上尊贵的君王，神差派你来到地上，主啊，为的是要救赎在黑暗中的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能像一个点燃的蜡烛，能够照亮我们身边的周遭在黑暗当中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让这个爱传递下去。主，谢谢你在这个温馨的12月份里面，主啊，我们用敬畏的心来迎接你的降生，纪念你的降生。我们更期待主啊，你再一次的降临。主，我们谢谢你，愿在今天敞开我们的心来敬拜你，让我们的心在主里面更深的来连接。主啊，谢谢你，今天求主来祝福恩膏我们的牧师，从他口里所说的每一句话，像两刃的刀剑一样拨开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亮光。谢谢主耶稣，在我们当中无法来到的弟兄姐妹，无论他在职场上，无论他在病榻上，主啊，求你垂听他们的呼求，医治他们的心。谢谢耶稣，将今天的敬拜恭敬在主的手中。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靠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用使徒信经来诵读神的话。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会众请坐。来，能努力打个周报，我们翻开我们的周报，报告下一个组织的侍奉。下一周12月13日组织侍奉是也是合堂礼拜讲道者是我们的刘阿春牧师，司礼者是我们约翰长老，诗献刘秀雄、林妹子嗣，招待张春梅姐妹，敬拜赞美以斯帖主，诗情陈嘉玲姐妹，投影片林安丽，音控苏伟义，献诗由妇女团契下一周的指州长老是郭秋丽长老。我们继续报告各团契的聚会，因为12月份，所有的家庭礼拜以及星期五的祷告会都暂停，为的是要给弟兄姐妹的时间来排练我们的圣诞节的活动，但愿大家都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的来练习我们就不再报告
下一周的家庭礼拜还有敬拜赞美。但是耶利米在12月，妇女在12月5号星期六，有诗歌练唱，有师母嘉玲明妹来带领，耶利米12月5号星期六7点半，配合诗班一起来练习。我报告一下上周的各项奉献。荷塘82人8678元，感恩奉献3个人2500元，加拜2个人2000元，为儿主奉献1个人5000元，为福音车奉献1个人5000元，青年事工奉献1个人1000元，岁月感恩奉献4个人24600，乌龙盘46778元。人们他不定义各项奉献个人的奉献如果没有登录在周报上的话，请你们跟我们的执事团报告一下让他们来更正。我们翻开后面教会消息，我们欢迎主内弟兄姐妹参与今天的敬拜，更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姐妹。我们欢迎郭秋义长老的大姐姐姐请你站立，我们欢迎你。还有小朋友，好，请坐。还有其他的吗？好，没有我们感谢上帝。今天为代降节第2主日，我们刚才已经点燃了第2根蜡烛，是象征预备的信心我们预备主的道路，以自己的好行为作为榜样，让不信的人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而渴慕耶稣，相信耶稣那我们读经进度已经进入到约翰福音第12章如果弟兄姐妹需要那个在那个我们的招待那边可以索取鼓励弟兄姐妹来一起读经运动。我相信这个运动从年初到现在，如果按着进度的话，我们已经把神的话已经读到约翰福音这里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用神的话语说好话做好话。第3，主日会后，若有愿意参与联合诗班的弟兄姐妹，可以留下来一起练习圣诞的诗歌以及马巴拉多吉达端路就是金福牧师们的联兄弟的会歌等一下主日会后我们一起来练习。第4点，12月份为了配合教会的各项圣诞节期的事工，刚才已经报告过了上周已经也报告过，周3的家庭礼拜和星期5的祈祷会，利用这个时间，各团契可以利用这个空档的时间来练习我们的圣诞各项活动的事工另外就是真理已经规定在12月1号，凡是宗教性聚会及活动节都要戴口罩相信我们都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如果违反者会按规定采访，我们不想被采访，那我们就按规定来做如果弟兄姐妹来到教会来使用教会的空间的时候请配合戴口罩，用量耳温以及用酒精来消毒注意我们的社交距离。谢谢弟兄姐妹这样的配合另外肢体消息，我们敬爱的李清福牧师
接了阿扎好，已经习了世上的劳苦，蒙主恩召，愿主的安慰临到遗嘱，来擦干他们的眼泪。在告别礼拜定在2020年12月12号的星期六下午1点半，在士林第2殡仪馆在1楼的真2厅来举行。首夜礼拜在12月11号的晚上8点，因应旧盖农民大号举行守灵礼拜。如果各团契也可以安排前往我们商家来做安慰礼拜的时间，去安慰我们的肢体。也请各位弟兄姐妹继续为諮商这个事宜由中会来带领办理这个諮商的事宜，也请弟兄姐妹多多的为我们家属遗嘱来祷告。第二点，也请我们为年长者、肢体软弱的弟兄姐妹来提名代祷。求主赐信心以及力量，来胜过各样的难处。你看住院来，苏建荣、阿生来多伦的女大，李秀雅来，周叶霞、李林妹、许清宝、郑丰荣、刘素云、胡秋花、曾彪妹、朱美妹、肖正基、朱陈金宝、汪美萍、高翠云、张明文、林真金、许清宝、高来成。来多伦的农民大号，你每天的祷告当中，如果没有麻烦艾丽说没有在登在周报上面的，也请你告诉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用祷告的心为他们代求。以上报告我们来念京剧，进了房门北秦。我们再一次好吗？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马太福音2章11节。谢谢。献诗有弟兄团契我们一起祷告吧。那门面因为弟兄团契都很忙上班，所以没有办法过来跟我们一起来献诗阿拉尼玛狗。那我们知道带我们的老婆过来，还有我们的小孩子上。好，平安，那弟兄们，我们一起祷告把神爱。Yeah.
婆、家人一起服侍我们的神，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团契哈。感谢上帝，让我们用这首诗歌一起祷告吧，让我们在主里面用一样的心来一起做祷告。谢谢主啊！我们继续来翻开我们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2章1到12节。我用这个新的圣经来诵读马太福音第2章1到12节哈。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这样说：希律作王的时候，耶稣诞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星象家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他们问那出生要做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他们在东方看见了他的星，特地来朝拜他。希律王听了这话，着急不安，整个耶路撒冷的人也同样不安。希律就召集了所有的祭司长和民间的经学教师，问他们基督该诞生在什么地方。他们回答，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曾这样写着：犹大地区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邑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有一位领袖要从你那里出来，他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于是希律暗地里召见了从东方来的星象家，向他们查问那颗星出现的准确日子，然后吩咐他们前往伯利恒，说：你们去仔细寻找那小孩子，找着了就来向我报告，我也好去拜他。听了这话，他们就走了。这时候，他们在东方看见的那一颗星又出现，并且在前头引导他们，一直来到小孩子所在的地方上面才停住。他们看见那颗星，真是欢欣快乐。他们进了屋子，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服朝拜这孩子，然后打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没药等礼物献给他。在梦中，上帝指示他们不要回去见希律，于是他们从另一条路回自己的家乡去。以上不用母语再读一遍。有一헤로데 그렇지 헤로데 하고 홍데 이리야 아버지 예수이 이스라엘로 요다야 나누야 이라고 마이 와리아이아 papi dan tau to matan ngai to no esa taira i Yerusalem mi dijai i chua kuya mama tahong ti to yotaya mi hofujan wawa maaraw niyang i wali po ika sata no pinangay chingaan foes saka tayo kami ni taong itingraan hanang matingin ni Herode hongti unini i raw sa ko hawso nira mahal ko i Jerusalem ay atam santa min amaraw ko Paulo saga tahirang hanuya hongti ani sa upo ko ulong no kakaliran no si totongay to taong ato
西班牙爱都一个米在一组负责不要去基督徒哈那奈汉啦，巴扎欧三张啦，以比这里no犹大亚，那汉不说以嘛比来以主啦no bali ayawa itu soal no kawasi kisu Bethlehem no yotai puan caai ko sa nini ngai ni niaro kisu niaro no yota now hani mama sa isuwanan ko mami puan ko mami ituto islay pinawalan ako saan han naga ikiya sa to tulong han ni eloti ni kahibang kuya matanungay tantaw ni please ni hapinan to ni kadi hatua masata kuya is ta soal han nira janra kadaira kamu Bethlehem ni sungira ni kilim tuya wawa ano matama namo jinrai ka taini ho pa kafana tawana ta halo aku daerah ni taong ni jinraan han nira ni ucor jangga nami tengir jangga tu ini aswal no kompigi luar satu jangga daerah ikia iraku kuya nama arawai nangrati wali fois ni klif janggaan tanah sai ka ikiraan muya wawa muya fois saklar sai potongan muya wawa sari pahak sa jamra ni nang tuya fois sumur sa jamra rumah maaraw nangra kuya wawa ato ina ningra ji Maria itu sur sa jamra ni taong kuya wawa puhat satu jamra to patafungan pabli di jamraan to tatatin atau tatahiu atau mir agar pa tiko daerah iji erotian han no kawas paling bokot jamraan teman saga pakai satu jamra rumah ai lalan ni nukai kita nangga anasar ini今天牧师的讲到主题是对耶稣降生的回忆。我们恭请牧师。神高和平。很高兴在今天上午第二代将军主动再一次跟各位分享这一系列的圣诞节系列的信息的第3讲，对耶稣降生的回忆。Satu tunggal sana makukulian Christmas na seperti ini oseng kita itu saya sa of to hopes the yes na seperti ini oseng saya ka tapi ayaw把英语说是好的我们对我kamay的黑你在分享型照例在这跟我们边上的几个弟兄就握着他的手或是用就是拳头互相来击拳头的方式看着我边上这位弟兄的眼睛，就像他说：“让我们用敬虔的态度来回应这位耶稣。”
摸着的手，他的手不是用就是极权的碰撞的方式祝福他说，让我们用敬虔的态度来回应耶稣。弟兄们，在3个主日的时候我们知道第2讲我们去分享耶稣的降生这件事情在那一讲当中兄弟各位极力的呼吁。耶稣降生在我们中间，是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关系中、跟生命中都来做王就在这3个主日，一直到昨天周末礼拜6的时候，我们就是再一次邀请耶稣在我们的生活中来掌权做王，也不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头来祝福我们来掌权做王，是不是也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再次邀请耶稣把那个最重要的位置？让耶稣来来掌权，来充满使我们的生命再次满了耶稣再一次让他来做。同时我们也分享了耶稣的降生不是纪念耶稣的出生因为没有一个神明是用降生这2个字来形容我们的那个最终极的信仰的对象。来去敬拜他。当然，我们要说，在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些日子以来，我们不是纪念耶稣的出生，而是纪念耶稣为你跟我的降生跟牺牲。这意思是说，当我们纪念了耶稣的降生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同时我们也要纪念耶稣的复活。待会儿在最后面的时候会跟我提到这个部分。为什么复活节圣诞节或是复活节必须要谈论到耶稣的降生跟他的受难跟复活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早晨因着在上一周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在人际关系的里头，或者在我们生命中邀请耶稣的降生来做王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的回应。这个回应当然是从圣经当中，今天早上马太福音2章1到12节来分享。我们不能hakino这礼拜好运很多kupi kamu tu dumi tapang dumi tahap oret dumi tah itu kangke dumi tahap nanai dumi tu minta tapang itu oret kangke dumi tah ini singko sekali dumi tah amalah hongti hau Anirai hawi dalam Muhammad Farsul Muslim Sarigaka ketika ini diterapkan apakah ini mau thai satu saat sepang lagi sakat sai tusi tanasa tusi bersama tusi miliar dan harateng malam ini dapat off ya yung mahofo yes amala homte numita yung mahofo yes amala misaya numita hawi mala homte yes itini nakal hawi malam ini pakai itu soal dabang di matai satu saat sepang lagi sakat cicai tanah sai itu satu sapau apa cakap jiran hakia。现在这个弟兄，今天早上我们在这来去思想，虽然这段经文马太福音2章1到12节是1到11节，过去我们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故事我们从儿童主日学一直到我们年长的时候，几乎我们每年都会拿出来宣读来复述。事实上，我们也都非常清楚耶稣降生的故事。现在这位弟兄，如果不是当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回去诵读、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马太福音或是路加福音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发现，它有许多的方面会给我们在圣诞节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很多的提醒跟启示。所以在今天早晨，我们会透过人性的方面来去回应。来去分享，怎么样透过这些的当时候的人的回应，也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发现，在这样的经文里头，这些犹太人甚至希律王都非常的害怕，甚至当的人也不敢说出来他们知道，可是却不讲话。这段经文一开始告诉我们说，有几个博士从东方而来，对不对？
有几个国就从东方而来，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很可能是从遥远的东方来，但遥远的东方是按照今天的地理环境、世界地图地理环境来说，大概经过圣经的考古学家这些圣经考古学家，他们非常认真的去挖掘耶稣当时代的这些的古物，他们发现圣经所记载的那个东方，很可能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回教国家伊朗。在那个地方，以前这个波斯帝国，他们很可能从波斯帝国来到他们中间，很可能从巴比伦。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已经考古发现了这些博士，圣经当中所说的博士，或是星象学家，很可能是但以理他的学生的后代。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时候，但以理的学生的，就所谓他的徒孙的其中这几个。从遥远的这个波斯帝国、伊朗这个国家，按照他们所认识的当时候的旧约圣经所记载预言，那个弥赛亚将降生在犹大地区的伯利恒城的这件事情，他们有一个回馈的旅程。当然，按照博士在当时候的这种地位或是身份。背景来说，考古学家有一些圣经学者也这么认为，不太可能只有3个人。按照他们的社经地位，博士这么高贵这么尊贵的身份的社经地位，想必是一大群人，他的团队，因为还要支搭帐篷，不是吗？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地理上的概念，从伊朗的国家一直要到耶路撒冷，不是伯利恒，当然直线来说是非常近的。当然，今天有飞机，当然今天有所谓的穿越这些沙漠的这些高速公路，非常便利。可是那个时候，他们只能够靠骆驼的驮运，只能靠徒步负载，一步一脚印的来到圣经所记载的伯利恒城。他们的这个朝圣或是去朝拜。想必会引起当时候的人很大的注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博士表明他们的来意就是要来拜那个刚出生的犹太人的王。亲爱的姐妹弟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我发现一件事情，稍微阿西班伊克里丹尼阿瓦阿吉罗伊克丹兰对方丈说他等于马太萨杜沙好伊阿拉马等于那萨利卡塔。Bilit 是很多地红地萨利嘎嘎，它不是用米利在这个词，它就利证明萨利嘎嘎，几乎用那个审判的这种口吻，几乎是用这个法律上的很严肃的这种用语。阿美语把它翻起来是利很那啥案，来询问。这些东方来的博士询问这些他自己国家的、他自己省份的这些的有名望的辅助他的幕僚，他说那个犹太人的王在哪里？亲爱的姐妹弟兄，这句话很有意思，各位。米利在米利基还有对红的对阿鲁曼奈马拉丹奈当教萨利嘎嘎。Itu punya Hongdin Yudaya sama Hovot萨利嘎嘎不咯？希律王问这些人说，同时也问东方博士说，犹太人的王在哪里？亲爱的姐妹弟兄，这句话不是很有趣吗？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就正如有一天有一个外地人从其他地方来到樟树大山光社区的地方来问说，樟树教会在哪里？问着我们樟树教会的会员，谁会知道这件事情？谁会知道？请问？Coba mengapa ayat itu ni ahli在你kalau dia好的，请问谁会知道这件事情？犹太的王
犹太人的王生在哪里？请问？不就是法利赛人，不就是撒都该人，不就是那些文士经学教师吗？熟悉圣经的旧约圣经，熟悉的陀拉，所谓的弥夏的这些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跟文士经学教师嘛，他们熟读圣经，从小就被培养成成为一个要引领人、带领犹太人认识这位上帝的人，不是吗？这些人非常清楚圣经的预言，而且他们非常知道弥赛亚会精准在什么地方会降生。这个弥赛亚也是他们长期以来所期盼来的，可以拯救他们以色列人、犹太人，可以脱离那个水深火热的一位君王啊！各位，那这个啥地方不懂？就你阿弥赛亚，我很难带，是阿玛好佛。我什么安格罗米阿，我分那这个啥个内容，马能让我列列都放出来啊，主张。现在这个地方，这些人非常熟悉圣经的。这个弟兄们再次回头去问问，这段圣经为什么会如此的安排？向着一群熟悉圣经的人询问说，犹太人的王会生在哪里？而各位在读这段经的时候，有这样的回应。按照当时候我们知道，犹太地区、犹大地区是属于罗马帝国的殖民地所管理的政府的地区，对不对？它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啊。希律王是官派的那个总督府啊，官派的省长啊，希律王，是官派的总督来管理犹大地区，就好像以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的历史来说，往前推进，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在1910年之后，不是1985年开始推算，日本跟清朝这个政府打了什么战争？甲午战争是吗？然后就割让什么台湾，不是吗？以后透过这个条约，割让条约的成立，日本政府就有权利，他们直接就长期而来到台湾设立50年，不是吗？就所谓的日据时代。牧师的父亲就是在上个时代1931年的时候出生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是日本政府治理的台湾，所以受了日据时代教育。一样的道理，我们非常痛恨日本人来管理我们的国家，我们非常痛恨日本人来在台湾做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同理，现在整个弟兄，犹大地区的犹太百姓们，他们也不同意罗马政府来管他们，我非常痛恨，所以他们巴不得有一张弥赛亚的君王，好像大卫一样来带领他们打一场胜仗，脱离罗马人的管辖。可是有趣的，现在整个弟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乃至于希律王应该是要高兴才对，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他们非常害怕，是吗？何时的人都大为不安。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也是用这段经文跟各位分享。耶路撒冷不列横城的人大为不安，大为害怕。为什么害怕？怕那个王位被抢了，希律王。怕重新洗牌他们的地位。如果有另外一支教会来跟我们教会合并，对不起，请问谁要担任牧师，谁要担任长老？如果他们大笔的经费，那个钱要归谁的？假设他们教会被合并的话，难道不会害怕吗？更有趣的是，亲爱的弟兄，他们不只是害怕，
可是对耶稣的降生却漠不关心。这些人只着重在烧香献祭上面，其他事追寻耶稣、迎接耶稣这位弥赛亚的降生，却一点不关心。其实，这位弟兄，牧师真的相信，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那颗心啊，一定有很多人看见吧？这颗心一定有很多人知道预言吧？可是，真正告诉周遭的人却非常的少。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2章的5到6节，请来，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的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现在弟兄非常清楚告诉我们，犹大地并不算是一个小城啊。如果按照今天的台湾来说，假设叫做新北市，不小吧？新北市人口400多万啊，各位。是院辖市的这个所在地区啊，跟台北市几乎可以合并起来啊，双北。犹大地区的这些长官、贵胄、宗教领袖跟民间的领袖，会不知道将来在伯利恒会出现一位君王吗？他们不会知道有位君王不只是要管理他们，也要牧养他们这件事情吗？他们当然知道。可是有趣的是，就在这里，犹太人并没有像东方博士那样的热心去迎接这位君王，他们也不太关心那颗星会降落在哪里，他们甚至不太屑于将来牧养他们以色列百姓的那个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城。话说到这里，这个说，Mafana zara salikaka izo amahofut yes anamai。Ini bisalahin salikaka mafana zara， 那有 mafana zara maasib na fanza maasib na ra ini ayaw pirbin na mahisaan ko panza juda utapang。Salika fuki zara salika pulo， bim。不是不知道，而且他们非常的熟悉。就好像今天的基督徒是这样子，不是吗？亲爱的弟兄们，我们都知道圣经怎么说，我们也知道大使命。我们甚至知道耶稣的吩咐，可是我们会不会从来没有向人谈过耶稣？我们听过这个人，我们知道他是一位神，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救世主。教会每年都在庆祝他的降生。而且我们也都在预备，可是会不会，我们从来没有向人谈论过耶稣？现在这位弟兄们，在圣诞节
这段期间，今天已经进入到代香节第2主日。今天早上我们点燃象征，点燃紫色的第2个蜡烛，象征预备跟信心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盼望我们用好的行为，让他看见我们相信的耶稣就在我们身上，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就在我们的生命关系里面做王。Pernah kita sampaikan betul. Dikata ni baru ni alio soko sekatu sya alio soko hawi. Pernah kita ucita di hatala ni kita pakai itu o singko ni kita ni hatala ciesan. Nane pakai itu angak ayai pinangan wai tu kita. Otalah kar tu pi ngak ayai. Dan saya apun rai. Ajar mak tu kita.我们也会不会像世人一样忙着过圣诞节？我们会不会像世人一样，只是忙碌的过着圣诞节？我真的把耶稣抛在脑后。兄弟姐妹弟兄们，圣诞节怎么不能？怎能不谈耶稣呢？家人的团聚怎能不讲耶稣呢？圣诞节的主角才是耶稣，不是吗？我记耶稣一个主角那么大，可是好像我们却让世人来主导过圣诞节的方式。不是说这些的点灯的仪式，那个放巨型的圣诞树不对不好，不是。我们一起来回想一下，今天好像我们已经透过媒体，透过商业的活动，透过热闹的大型的聚集，来引导我们对圣诞节的认识，甚至用不正确的这个叫做论述的方式来说明圣诞节。各位，现在一路上媒体上都称圣诞节叫什么？耶诞节是吗？已经把那个 CHRISTMAS Christmas 简化成什么 ？comma 一撇 X mas 不是吗？各位知道那个 X 是什么？我不知道你讲什么好，还有那样 X 的那是一个敌基督的记号，是定要十字架的记号啊，把它倒过来倒定十字架的记号啊，是敌基督的记号。可是我们却甘之若饴的，我们就写在卡片上面，写在那些邀请函上面。我们宁愿让世人来引导我们对圣诞节的认识，我们宁愿让世人来引导我们对耶稣降生的意义，我们都还不知道。现在姐妹弟兄，世人才不管耶稣呢。世人只要享受欢乐的气氛，点灯、逛灯。跟这些灯来照相之后，顺便把它破坏掉。我们只在意这个灯什么时候恢复过来。我们呢？我们会不会也像这些人？因为上面看到这些人，我们默不作声。因为不想伤害我们的朋友。因为我不想伤害我们跟同学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不想伤害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可是会不会不久之后，我们也变得像这些同学、朋友、同事一样？这些对耶稣的认识很清楚。我们还一个，cara kita Pak ini pasti pernah tu ini tadi orang ini kita ucapai tu, udah tu, ukaput tu, how it ada kita melihat kita jangan sarangan.
亲爱的姐妹弟兄，求神帮助我们，在对耶稣的回应、降生的回应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不要默不作声。求神帮助我们知而就说出来，我们就言而不尽，知而就大胆的来传说，以至于我们继续分享的时候，就可以向世人继续去谈论耶稣。这是五指布道法的一个图示。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学一学，向人家来谈耶稣，我们就可以对个人谈到这部分，就很快就上手。就是这个圣诞节期。第二个，我不仅是漠不关心，好像希律王，好像是这些的法利赛人，希律王还蛮关心。对不起，牧师口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跟文士经学教师，他们漠不关心之外，他们也没有负起牧养的责任。第4节跟第6节这样提醒我们一起来开声读，过路来翻译哈，起来，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的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人。陈都刚才跟各位分享的希律王这位官派的总督、官派的省长，去问这些民间文士跟祭司长问题，问那位王要生在何处，要做些什么。有趣的是，当第4节希律王过完之后，大祭司或是祭司们很快的，而且毫不犹豫的说出圣经的预言，将会有一位王降生，他的责任是要牧养神的选民，叫以色列人。当说是把扎欧为了法利赛，当到撒都该，当到撒利亚卡，把许多阿的学校，当到这个ini Israel kabusan ningrat mahonte mami kerit mami pahote diliput kami kitanan saan。现在姐妹弟兄，牧养跟照顾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责任，应该就是这些祭司长跟文士、这些长老、经学教师。牧养以色列人的责任，本来就是这些经学教师、文士、长老、贵胄、长官、祭司的责任。可他们在回应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情上面，并没有负起他们牧养的责任。他们不仅是没有尽到本分，也没有做好神交托的责任，而且将要降临到他们中间牧养百姓的这位救世主，并没有追寻跟迎接的意思。现在姐妹弟兄们，今天我们再次来思考这件事情。这些年来，在上周教会跟各位一起来服侍，跟各位一起来牧养我们的教会。实际上，兄弟发现一些的问题，就在我们中间。发现什么问题？到了今天，我们仍然会不会有不少的基督徒的姐妹弟兄，对需要神牧养照顾的人，除了漠不关心之外，也无心来牧养。换句话说，我们会不会长年以来
我们对我们的家人、对信徒、对我们团契的这些亲友，甚至我们朋友、同学、同事灵魂的饥饿，不想关心，也缺乏热心。亲爱的姐妹弟兄们，我们都是樟树教会的一份子。无论是上至年长的我们的老姐妹、老弟兄们，乃至于像兄弟这样的中壮年人，直到我们的青年、青少年，或是儿童主日学。事实上，我们都非常清楚教会要做哪些事情。事实上，我们也都知道教会有不少的事情都需要姐妹弟兄一起来完成，一起来认养，一起来认领，甚至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必须要彼此合作，才能够把这些的事工来做完。可是我们会不会也像这些以色列的宗教领袖、民间的这些贤达人士，跟这些长官们，也跟他们息息相关的这些领袖们，视若无睹，不愿意负起责任？这是哪里大少一个不漏？特别今天是我们的团契干部的就任，我目前已经改了2年1任，我的团契是这样子。我发现只有1年，我并不足以可以胜任团契的这些干部的工作，所以有团契在几年前就提议，是不是可以把团契同工的任期稍微延长，以至于我们就同意1任是2年的任期，来帮助我们的团契在许多事务跟牧养上面更臻成熟，更加熟练，更加用心。高了3年多，阿拉喊人，伊拉好过3年半几大在那个西猫那个3年半，在那个阿德黑那个3年半，亲情弟兄，感谢上帝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还很担心说，上帝啊，今天2020年12月6号是我们教会的团契干部的就任，怎么样通过上帝的话来提醒我们的同工呢？怎么样再次来恢复对团契的牧养这件事情有热心呢？感谢上帝，通过这一节经文，他是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的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感谢上帝啊，姐妹弟兄，大感谢啊，耶稣为我们降生。还有这段经文来勉励提醒我们，我们长期以来好像已经对我们的团契的发展走向，我们似乎提不起那么大的那股劲儿了。我们好像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一样。我们知道啊，我们当中的年轻人甚至有很严重的忧郁。我们知道我们当中的少妇这些比较年轻的妇女们，非常的疲累，照顾家人，然后要兼顾工作，蜡烛2头烧。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们有苦说不出来，
靠近我们的老姐妹、老弟兄们，非常的孤单。现在姐妹弟兄们，今天早上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今天要来带领我们来施礼的施会的我们的同工，他要同时间带领敬拜的服侍。换句话说，我们教会的有部分的姐妹弟兄的服侍真的过重。我们都说服侍好重，可比起有些姐妹弟兄，我们的服侍真的太轻省。我们对牧养这一块好像已经不太重视。好像牧养的责任就叫做牧师、长老、执事、团契会长的责任。所以今天的团契干部就任牧师有一些提醒。如果可以的话，请同工打个电话给派出所吧，好不好？我们这个社区人士。我们去观察，看看有没有会威胁到我们附近的居民。不用太多，不用太多去观望。不好意思，请同工不要太多，有一个多去看就可以了，去观察。我们今天早晨需要去重新去思考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神牧养。照顾的人，我们会不会是漠不关心，也无心牧养？其实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团契是变成社团化。什么是团契社团化？就是因为我们感觉到。团契真的好无聊，对不对？我们宁愿向外来亲近，或是说我们教会长期以来有一种现象，外面的这些事物拼命的拉我们，因为我们的心会向那边，那么好热闹哦，好有趣哦，有施又有拿。可是反观我们自己，我们今天很认真的安排聚会的内容，我们就拼命把人推出去，我们有发现吗？那推拉作用就在中间，形成一个惯性了，在我们中间。你看看不？我们拼命把人家往外推啊，是外面的这些社的拼命把我们的人拉出来。求主帮助我们，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上面，做对的事情，来完成神给我们托付的这些更大的事情。我觉得帮助我们的团契发挥它应有的功能。强化我们的基本操练，用社会化的用语叫做强化我们的本质学能啊。比如我们当中有球员的素养，你在思考，你是球员，你要怎么强化你的基本的功夫呢？每天他练嘛，辛苦的练不是吗？佩文也是一样，不是吗？当一个中长距离田径的选手，怎么可以把我的速度提升0.01秒呢？不断的练不是吗？而且找对方法的练不是吗？
我早就上来了，不漏。团契有些时候真的，牧师真的必须诚实说，这些课程真的很无聊啊。可是求着帮助我们。有一次在讲亲子关系的时候，有跟各位分享，没有教不会的孩子啊，只有不会教的父母，不是吗？没有教不会的会友，只有不会带的同工、同理。没有教不好的选手，只有不会教的教练。就是帮助我们在互助、互补、互扶持上面更多的关系。刚才已经跟各位分享了，我们当中有年轻人真的要得了很重的忧郁。我们当中很多也有一些的我们年轻人是跨性别的性向的，这是没有自信的。当中的我们的中壮年的弟兄跟妇女们，我们一直强调说要服侍，可是牧师必须在各位面前承认，也必须承认我的错误。我们好像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跟服侍一直不平衡。然后可以有一些的互助、互扶持的关系。我们可以主动的抚慰、分担苦难，甚至我们开始关心缺患的。不知道吗？我们的大门樟树教会，台湾基督教教会樟树教会的大门是永远敞开的，无论我们是不是有出走过，我们的大门是永远敞开的。可是有趣的是，我们的后门更大。好像都留不住我们的新的朋友，留不住我们的孩子，留不住我们的妻儿。我要举2个例子跟各位分享。曾经在当中出走的会友，曾经跟牧师说这句话：这牧师张教会没有不好，张教会人都很热心。很热情，可是这个热情，这个好，只是针对性的好跟热情。我们只对我们自己人好，我们只对我们自己人热情。其实，几位弟兄们，牧师不会严格说，这会不会是我们阿美族一个很强烈的地域性观念所影响我们？我们就刚还有就刚马路蛮长绕，路行过后诶，有成功真的还有马路当道，我不是按，阿拉好像还有那智障，我们很强的地域观念在干。我们其实不太愿意其他的部落的其他的团体融入到我们的团契当中。这个出头人就说，因为在团契里面真的不把我们这些边缘人看重，也不太关心。事实上，他说了一句很严重的话，这位出走的会友，他说：“我不知道我待在团契里面有什么意义。”并没有得到喂养。可是另外一个正面的、比较健康的，也是出走的会友，也曾经跟牧师分享。牧师好在那个时候，我又在某个团体当中很认真的去听这些教导者的带领的分享。我说：“感谢上帝，我现在到其他教会去服侍的聚会的时候我就发现过去我所受到这些的观念的分享，这些训练的这些的做法，现在我的这间教会的服侍如鱼得水，而且成为那个教会当中的这很重要的核心的同工。亲爱的弟兄们，牧师的
意思是说，我们一起来读保罗在腓立比书第4章第8节的这段经文，这是现代中译本翻译，一起来开声读起来。要常常留意那些美善和值得赞扬的事，一切真实、高尚、公正、纯洁、可爱和光荣的事，都应该重视。保罗一语中的，把别让保罗说一个讲，把什么可能主总是按西不灵的不要说的方式一个讲。不是吗？好多话一语中的刺入我们的心。事实上，我们并不留意美善的、赞扬的、高尚的、公正的、纯洁的、可爱光荣的。我求求帮助我们现在主弟兄。上帝因为我们牧养的责任再次恢复过来，是上帝的名的荣耀。这个常常也像东方占卜师一样，对耶稣是一个真正敬拜的。我快讲完了，10、11节，我们再次来读起来。他们看见那些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膜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我是记得在去年的时候，也是这段经文跟各位分享说，东方这些博士他们大大的欢喜，还记得吗？他们现在非常欢喜的心情进入到那个马槽里头，而且是用一个非常敬畏的。敬虔的方式去拜这位婴孩耶稣，这位君王，他们很欢喜的，刚才好吧，长老带领我们唱的第3首诗歌，欢欣欢欣。这跟敬拜有什么关系呢？可能各位问说，什么是敬拜？同样，在整理这篇信息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回头去翻很多年前的一篇牧师曾经讲的，2007年是3年前讲的道。那时候刚来教会，不是，那时候用为主见证做见证，小标叫敬拜的人生。那时候已经跟各位分享过，是敬拜。会有人觉得敬拜就是一起唱诗、奉献、读经、祷告、交礼、服事。牧师再次邀请各位回想刚才我们从一开始的敬拜进入到整个程序的时候的情况。请问，我们唱了3首诗歌在带领敬拜的时候，是吗？里面有阿美语的，同时也有中文；里面有阿美语加中文的。都知道吗？我们很可能来教会，却并没有敬拜。我们很可能很多的圣经，却没有敬拜。我们很可能也祷告了，却没有敬拜。我们很可能服侍了，交予了，并没有在敬拜。那时候很清楚，
牧师跟各位分享说，什么是敬拜？它原来的意思里头是，当我们面对一个值得或是有价值的对象，在他面前的时候，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态度，叫做敬拜。敬拜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当然做很重要，仪式很重要。它不仅仅是一种动作，更是一种，是我们认为在一个有价值的一个对象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心，献上我们的敬畏。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的主角是耶稣，是神，不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去查考原来的意思，敬拜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想不可以想自己的事情。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想我们的事情，那不叫做敬拜。我们敬拜的主角是神，在一个我们认定它是对我们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有帮助的这个对象面前，我们所做出来的一种衍生出来的他敬畏的态度。圣诞节的主角就是耶稣。我们敬拜这位神之后，我们可以领受他对我们的心意，我们也会知道他会向我们说话。在唱诗的过程当中，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在读经的过程当中，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真实的领受到他向我们说话。当我们用认真的态度来面对这件事情叫敬拜的时候，我们敬拜才会来得有意义，是非常欢喜。现在这个弟兄们，我们反省，当我们在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真实的敬拜耶稣了吗？当我们在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我们的回应只是一个假意的敬拜吗？还是这个回应就是一个无心的敬拜，它就是一个例行公事。我来，我出席就好，我交代，并没有很真实的在这一堂的礼拜里头去敬拜这个上帝。但是我们在今天，当我们去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11节的经文里头，为什么这些博士他大大的欢喜？各位服哎，我让火是暗。我们现在敬拜是坐着敬拜，了不起我们是站起来而已。圣经当中用服哎，我让火是暗，趴在地上的这样的拜耶。冬天好冷哦，谁愿意拜？趴在地板上。昨天稍微睡晚了一点，早上没有精神，会来到教会睡一下。当然，牧师同意，过去也曾经分享过。假若我们来到教会真的睡着了，感谢赞美上帝啊！他的圣水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息。无心留在敬拜他。求神帮助我们亲爱的姐妹弟兄们，我们不只是要再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救主，同时我们要去讨论另外，在前面跟各位分享，每一次提到耶稣降生的时候，都是为了他的牺牲预备。所以为什么复活节的时候，或是圣诞节的时候，跟耶稣的死、耶稣的牺牲跟他的降生是不可分割的原因在这里。
求主帮助我们有天赋的眼光，求主帮助我们有天赋的眼光，我们就会在马槽我们就在马槽当中看见那个十字架的影子。每一次，无论是圣诞节，或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会站在那个装置艺术上面，会看到耶稣的生跟耶稣的死，并且因为十字架的影子，在这提升我们。更认识这位神，更愿意亲近这位神，更愿意回应这位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那么不论，所以今天早上就是要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就会像博士们一样，各位真的，12节这样提醒我们，他们就不再从此就不需要星星引导了。当他们愿意回应上帝的时候，主就从他们亲自指示的那个力量、亮光，没有主的保护他们了，他们就不需要再去见希律王，通过人的保护不用了。在梦境当中，神就向这些博士们说：“你从另外一条路回去吧，不需再去见希律王了，不需要人的保护了。当然需要，可是个人的保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也发现，因为博士们很认真回应上帝，回应耶稣的降生，甚至博士们的生命都改变了，他不用再走人生的老路了。各位，这是我们基督徒在每一年，当我们在面对耶稣的降生的时候，我必须要再一次去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这位主真的指示了我们吗？我们还在需要在借由外力的介入，或是这些外面的这些非常绚烂的这些的方式得到满足吗？或是保护吗？还是借我们真实的拜这位上帝的独生爱子，迎接他，成为生命的帮助跟祝福，改变了我们呢？不要再去走那个碰碰撞撞的这些的生活。弟兄们，今天早上，不是在预备，或是在安排圣诞节系列的第3讲，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求主祝福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多给大家一个感动。现在天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降生在地上，降生在我们中间。主的降生是要显现，并且显示你的约的实现。新的主天国已然临到。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你的国的时候，必须改变，必须跟随你，才可以从罪恶当中被你拯救出来。我们必须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更新。所以，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有像许多生命有见证的这些弟兄的生命一样，愿意顺服你，听了的话就愿意去听从，静心等候你再来。也因为你的话可以认定你的约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主帮助我们在你的降生，让我们更认识你，相信、接受你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以至于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至高之处，可以彰显荣耀，并且可以提升我们在面前我们的生命。主帮助我们继续行见，才可以来到你面前，并且大大欢喜来到你面前。主愿我们都像学校那几个博士一样，真的可以匍匐在你面前，将我们的生命最宝贵的献给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王，因为我们知道。最尊贵的呼召是来自万王之王，是永远的主。所以，亲爱的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
向来看见了权柄、你的威严、你的尊荣，而且在人就愿意俯伏敬拜你的时候，你继续赏赐你自己，成为我们诸多的帮助。谢谢你，这么祷告，奉耶稣的名。现在我们预备心，有一段时间可以起来思想或是等候。今天早上是我们团契干部的就任，我必须来唱这首诗歌，预备我们的心，差遣我。今天早上团契的干部并无法出席的，待会把这个任命书交给我们的团契会长的时候，也请我们的会长把这个任命书也转交到我们的同工的手中，让他知道今天早上虽然无法跟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就任的时刻，我们必在祷告当中来纪念他们。应该要发挥这个功能。我们有看到灵魂的忧伤吗？没有看到我们亲友在孤独的
角落当中颤抖啊。我们是在规划一些事工，可是我们并没有按照这个事工进行，甚至忽略它。所以这个弟兄，我实际上不愿意在这边讲这些很重的话，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姐妹弟兄们，特别是团契的同工，求神可以帮助我们去接受我们那条不完美，以至于我们有勇气改变我们自己。这是尼布尔这位神学家在前2讲的时候跟各位分享的祷文，有智慧去分辨，让我们的团契成为团契。当中有好多人都没有进入到团契里头，不是这些年来，他愿意去改变我们的团契的模式。有人跟牧师说：“牧师，我们为什么不走小组化的教会的模式？我们连团契这部分都没有做好，何况进到小组的时候，那更需要常年来的训练。各位知道吗？玉成教会的前任牧师叫普顿牧师。”曾经跟各位分享过了，为了小组教會，他们把那教会改变了，完全就是没有团契长教会团契的一个模式了。他们花了1整年的时间，教会没有关过灯了，1整年的时间了，教会没有关过灯了，花了大笔的金钱，花了大量的时间。最后的果效并没有像前弟兄说的这个样子，他们仍然进行，仍然推进，致使给了牧师的小中风。这件事情我们都听过了，何必那么累？是吗？是那么不容易。梁耀聪永远不会待在樟树教会。留下来是我们的长老执事跟团契。我可以付出的，我可以让你给我知道是我所有的才能可以给我没有问题，我可以毫无付出的给我没有问题。可是我们的责任在哪里？我们有发现吗？期待2021年的每一个团契都不再一样。当然知道会很辛苦。你说嘛，不打压你的帮，你只要不拿爱，kalau pada saya baru raya saya belum. Rusak rumah akapot kita. Datang ke penyuruh, ter ke fellowship, nak ayam berkusi. Kalau dia nak ukiukan, dia nak selesai ukiukan sebelum. Ukiukan, dia nak selesai ukiukan. Saya kalau tahu, kita. Ini makorel kita saling agak, ini kita dipaham, ini kita mahfuz, ini lima batai apabila makorel kita saling agak itu tidak sah. Jemaah sampai kerja kita datang, terus belum. 自己的教会自己救是爱，自己的团契自己救，就是互相连接的，一起来兴起，才是我们在每一次2年之后的一次团契的。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那个火热的心，那个热心，那个热情再次分别恢复过来。还记得在前2讲的时候跟各位分享的吗？耶稣的家谱。我求神帮助我，在今年的圣诞节重新有对圣诞节有热情。我求
求神帮助我重新对昭示教会的牧养有热情。我求神帮助我重新帮助我对讲道有热情。我求神帮助我，让我在昭示教会的牧养重新有热情。我也求神帮助我对姐妹弟兄重新有热情。上帝一直透过这一系列的讲道，一直不断的是说，我每天都在播扬重新善。上帝整个要把我倒空起来。现在这个弟兄们，就在圣诞节的这个信息的系列当中，我求你再次来调望我们，让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让教会成为我们的教会，让团契也成为鼓励帮助我们的团契。因此来恩待我们祝福。再说其他的话，我们就现在就继续我们的就任的仪式。待会就按照念到团契的名单，收年、妇女、弟兄、青少年跟儿童主日学。再强调一次，收年、妇女，第三弟兄，接下来青少年跟儿童主日学。如果不在的，那请我们的会长把这个任命书再转交到今天无法来出席这个就任的我们的同工。看到您的名字的姐妹弟兄团契请你可以快点来到前头来。首先团契会长黄清兰，会长孙陈金妹，书记张正忠。那个头衔省略，会计吴金玉，联络张正芳，营修吕佩萍。妇女团契会长黄雅琴，副会长吕佩荣，书记张春美，会计苏玉婷。弟兄团契会长刘信义，副会长林金德，书记陈志勤，会计刘乾坤，康乐林清朗，灵修任太喜。青少年团契团契会长陈凯宾，副会长高义林，书记曾心，会计陈卡诺。一名会计，副会计是罗怡轩、苏娜、黄乔恩。儿童主日学校长翁花旗，副校长老大，教务林嘉欣，总务陈嘉玲，康乐陈敏珍，文艺庄清文，音乐陈安妮，校园有两个苏修丽跟林嘉威。按照长老教会的组织，团契纲目并没有正式的一个程序，完全属于教会的内规的部分，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到坛前来接受这个呼召跟任命。我觉得帮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很认真的来决志决定，没有誓约。长老教会的团契结论没有誓约，不像长老跟执事有誓约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团契的就任，凭着我们对上帝的信，靠赖着我们对圣灵的光照和提醒，靠着对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凭信心来完成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我只念一封我只念一则这个任命书，待会我就把这个任命书交给我们的团契的会长，以后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就可以回去我们的座位上面。剩下来的就求神帮助我们
来，让我们一起在这件事上一起来努力。任秘书是任命台端黄千兰为本教会少年团契会长之职，愿共同为基督的圣工效力，以荣耀上帝为圣名。任职2020年12月6日起至2022年12月5日止，特旨任命黄千兰见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樟树教会主后2020年12月6日。一些音乐，谢谢。上帝全年保守每位团契干部及出蒙召服侍的心智，天父求你帮助每位团契的同工，天天有充分的时间跟你们建立亲密的关系，常从渴慕敬畏的心与活泼祷告的灵。求你更保守团契干部的心怀意念被这个世界吸引，求主亲自引导，鼓励他们起来祷告，渴慕祷告，求主帮助团契们天天过圣洁跟得胜的生活，也求主赐福坚固团契干部们成为牧者的好帮手，与牧师长职团队的美好配搭，全心全意的侍奉上帝，按着神的心意来完成每项事工。也求主继续赐给每位团契干部5天来的聪明跟智慧，在神所托付给团契们的服事当中敏锐圣灵的引导，求主使这些团契干部们在服事的时候满有恩膏，大有果效。更求神使每位团契干部除了能够忠心于手中的事工外，更可以在工作之余善于利用时间，不断的自我充实，灵命见识日长进，并且可以帮助他们在家庭上有很好的管理，使家人成为他们最强的后盾，致使每位团契同工可以义无反顾的来为你做那更大的本事，帮助每位团契的同工也可以在神的正道上面站立得稳，不受许多这世上小学的迷惑以至于可以站立得稳在他们的信仰当中，更帮助这些干部们在自己的工作上面尽忠职守，各尽其职，使他们在各个领域当中可以不止建造自己，也成为那个单位那个领域当中非常棒的一个祝福不仅成为信罗好榜样，也成为那个单位伙伴当中重要的一个帮助者。主，谢谢你，愿你继续带领他们个人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这件事上面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你，服侍那又真又活的上帝。主，我们再一次求你帮助我们的同工在服侍当中经验到你的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柔上加柔，福上加福，乐上加乐的丰盛，并将你的爱继续封存在他们的生命的当中。主，愿同我们的服侍得着你的喜悦，单单为了荣耀神。谢谢主，继续恩待，继续赏赐自己的荣耀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靠耶稣得胜的名。我们请向他们向后转，请接受我们的拍掌和鼓励。亲爱的姐妹弟兄们，除了拍掌鼓励他们之外，也请在座的姐妹弟兄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团契的事工的推展。当这些同工们邀请我们进入到团契的时候，那边的哀伤都要过。当我们的同工邀请
进入到团体的时候，我们也求着帮助，在团体里面有很好的教会的生活，也非常好的团体的教育，也是不少建造生命，使我们的信仰继续被提升。这是将来可以上你们拍手。谢谢他们辛苦了，请回座。接下来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分享你的爱的献奉献。Tolong kita. Mungkin yang ini kekayaan Yesus Kristus. Pama ada isang kami inisanan tunika pa ini akan misu. To tumademihan. Anu matua-tua kurumiat di pani akan misaw nai. Dirai kisan mi pokok ini tamianan. To nikawai kumaan utiren sa no no sa dikaka. Ini Erika kata wama menikah pasihan acan isu amilungo utara mana aicer isu merasa kacik cerno kati no ratsat cai no lalu maan no sari kacang yang kawama wama naridan acan isu amihaan ibadil ku ratsat cai kati no sari kacang wama wama cima ku cai kaadadak polucor ira to kuni kararum hatanu pulong no salika kaatsauma o mau tira kuni katarai musaitsul ami lungot tataman ay samusama no saka hang saka urip dunia ini kan saka itsul nya ami luot to sata katsauma o mau ni alay kami musana yoni atsauma
tunika mana tingin dunia tunika put hasan misu atani kan umaan nanai ila tukulan ita tadanu suara hasan boksi nanai itini mana ibalu tu hasan dunia ada mama sisi ni soalnya kagak dunia anu isi na ito anu rumah itu hatsawa mai oda tuku saya kam cilu sa ito karena mainom misu kebalucu atangana apun ni misu kutadamana ya suri tini I balucu tanai lah hatsawa ma dagang na ai mutirin anu sina na pada urang atau mai ilai kisapatiku ni poh ini taminan to saya kak calonnya masa itu pemau anai tunika King tu saya kakak calonnya bukan saya king jus king hatsau mai dengan Maria tu misu sangkut di rumah dunia personal jadi kita tudung akan yang mengikut ini kata mana ini cerai dengan misu Yesus Kristus tolong amin 请本人在这最后这首诗歌社会局交通感动的结束现场一起。因为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以天父那有不改变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交通团上，愿意再一次回应耶稣降生来到我们中间的姐妹弟兄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团契有没有什么报告？我们请说给会长。好，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这边有3点报告。这个松年号，下个礼拜4，这个礼拜1星期4，晚上。teman-teman di Haji rumah ini di Musa mana rumah agak kuasan au kaya tak ada sisa ni saya kurai bulan Nabi dia hanya minta 2年这个我要求rumah ko ini这个小人minta ada dia anak masyarakat cuma sebagai memerintah rasa kita semua sekarang dosa sorry礼拜是下个礼拜5的晚上，今天就开的名单，我也所以礼拜，第2天，我等于说星期6号，哀家有准备
2台的交通车이렇게 마루합니다. 내려 내려다5中那边有2台车在等我们，不是要车子等我们哦，人要等车，搞完了这个，我当时问他来跑的，结果当时结果不是你才问他来啊，12点就出发，那1点半也先还有对，给他吃饭。我们要找这个时间，要找准我们的时间当然也国高中我们到要上树，这个保安结果把手拿来当到拿来把手12点整，把手端哟，这个11点半车子已经差不多有了都nanti marah kita orang gini asal itu kita jika paling tentara terus sejen terakhir kita teman 还有我们到松年那要求的教会有长子给他们松年25、26号我们这个月的25、26那个我们说为了教会的这个事工的关心我们爱的说咱们班里现在25、26报名也是长老但是平常的统计都谈到大家来拜托这个那我也理想我你还得们都教会上来还有等的时候也可以发言的这个我让这个还要带动教会的明年的施工计划这个把那个这个3、5年的我送年但是我是都好像说你我们说的是还没我们能教会的施工还有我们这个还更很关心教会的施工那么爱国教会的明年的施工谢谢哈，来，你报名来找职工适应你然后可以尽快的报名还有还没有缴交报名费的也请你们缴交报名费到我们的明媚指示这边让我们的那个报名费还有人能够统计好，这样会比较好推展施工。还有没有其他的报告？我邀请所有的今天那个各团契的那个会长，还有各团契的同工都报名你让他们报名但是我们新任的可能还没有报名，那我们邀请你赶快来报名在我们12月25、26在北投这边做一个长职的共事营我这样子要求大家。好，如果没有我们起立等一下还有等一下要练歌刚后边来练我们的那个要练卫歌跟我们圣诞节要唱的诗歌。好，就这样，我们起立。好，面对面，我们一起平安北起。平安萨利嘎嘎，平安萨利嘎嘎，萨嘎爱人说，爱呀不别人同你说萨利嘎嘎，平安萨利嘎嘎，平安萨利嘎嘎。爱着人说，爱呀不别人同你说萨利嘎嘎。